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木 Sir 咧繼續同大家講下關於中國歷史當中咧十大嘅系列。咁我哋之前咧就講過十大皇帝啦，亦都講過十大宦官啦。咁咧喺十大皇帝同十大宦官之餘咧，中間應該仲有個咩咧？丞相。冇錯啦。咁我哋今次咧就講十大宰相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咧，其實宰相呢個名詞咧就由來已古，最早時期出現嘅宰相應該咩時間咧？秦朝。秦朝啊，唔係喺秦朝之前，其實喺春秋戰國時期咧就已經咧有宰相嘅出現㗎啦。咁我哋話咧，其實宰相兩個字咩意思咧？宰咧就即係主宰啦，其實就主要咧係去決斷嘅意思。咁而相咧其實就係輔助，咁所以宰相兩個字夾埋一齊咧，就即係主要去輔助國君咧去處理政務嘅一個重要官員。咁我哋經常都講咧，就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角色啦。咁而呢一個詞語最早出現嘅時間咧，其實咧就係源自於韓非子所寫嘅《顯學》當中。咁啊不過咧，我哋之前都曾經講過啦，整個嘅中國歷史咧，其實咁我哋話咧，其實整個中國歷史嘅過程咧，喺封建嘅王朝入邊咧，我哋話可以講咧係由皇權咧不斷上升咧，而相權不斷下降咧，作為一個總括。咁啊最高權力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講係最初嘅時間。咁而後來咧，甚至乎去到宋代咧，就宰相權力三分啦。然後去到明朝嘅時候咧，更加咧係廢除咗宰相。不過咧，都仲有一啲咧係類似宰相職位嘅官員係存在嘅。咁但係咧，呢個就已經唔再直接叫宰相啦，個名就。咁我今次咧就搜羅咗喺中國歷史當中咧10個我哋認為係咧影響歷史進程或者影響朝代非常之深遠嘅10位宰相。咁啊第一位咧，亦都可以講係歷史上第一位宰相。咁佢係邊個咧？就係春秋時期嘅齊桓公嘅宰相管仲。咁啊，管仲咧，可能大家都有聽過，有個成語咧就同佢有關嘅，就叫管鮑之交。咁而管鮑之交咧，其實就係講緊管仲咧同埋呢個鮑叔牙嘅故事。咁管仲咧之所以能夠成為呢一個齊國嘅宰相咧，好大程度上咧，因為鮑叔牙咧去幫咗佢一把。當時呢個管仲咧就主要咧就係幫呢個公子糾，咁而另外呢個鮑叔牙咧就係幫呢個公子小白。咁啊兩人咧喺呢個皇位爭奪當中咧，即係呢個齊國嘅皇位爭奪當中咧，咁啊各為其主。咁不過咧，最終贏嘅咧係邊個咧？就係公子小白。咁但係咧，呢個公子小白想殺咗呢個原本嘅政敵呢個管仲嘅時候咧，鮑叔牙咧就力勸呢一個即係呢個後來嘅齊桓公咧唔好殺佢，因為呢個管仲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人。咁而的而且確咧，後來管仲所進行嘅一連串嘅改革啦，包括分田到戶啦等等嘅經濟上嘅改革咧，亦都係咧進一步咧肯定咗呢個齊國嘅地位，並且咧令到齊桓公咧成為春秋第一霸主。好啦，咁第二位係邊位咧？第二位咧就秦國好出名嘅宰相李斯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啊，李斯一樣啦，其實同呢個管仲一樣咧，其實都係喺呢一個亂世當中咧，曾經出現咗一連串嘅變化，而令到國家咧係走向強盛。咁而李斯最犀利嘅地方咧，除咗係佢嘅變化之外咧，更加咧就喺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咧，一連串嘅政策咧都係由佢咧去協助嘅，包括影響到我哋而家咧非常之深遠嘅郡縣制啦，即係呢個中央集權啦，以及係呢個統一車同軌啊、文字等等。咁而當中咧被人詬病嘅就係下令焚書坑儒咧，其實有説法咧都係李斯咧去落呢個重要嘅決定嘅。咁不過可惜嘅咧就係當秦始皇死咗之後咧，二世做緊皇帝嘅時候咧，咁啊趙高當權咧，最後咧李斯咧就慘死。咁啊第三位邊位咧？佢又係有成語嘅，嗰個叫做成也乜乜，敗也乜乜。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。冇錯啦。咁啊不過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咧，講緊嘅就唔係講佢嘅成就，係講緊佢影響另一個人韓信嘅一生。咁蕭何係邊個咧？蕭何就係西漢初年嘅一位軍事家、政治家。咁佢係輔助劉邦咧，就成功奪得天下之後咧，咁啊官拜呢一個丞相。咁至於韓信咧，其實就係蕭何力薦咧，就係話推薦佢做呢個大將軍。咁啊，所以因為有咗韓信之後咧，咁啊的而且確咧令到呢個劉邦咧係成功擊敗項羽。咁但係咧，
佢後來呢一個韓信亦都係因為咧蕭何幫助咧呢個呂后咧引佢入局咧，咁啊最終咧就喺劉邦得到天下之後咧，韓信就被殺。咁亦都係因為蕭何叫佢入宮嘅時候咧，咁啊聽從咗呢個蕭何嘅説話咧，就入咗去，自此咧就完結咗一生。咁而蕭何喺政績上邊咧，最主要咧就係採用翻秦法，咁啊並且咧就制定呢個律令啦。咁然之後咧，當劉邦得到天下之後咧，佢就幫助佢咧平定晒所有呢啲異姓王，包括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個韓信，所以最終咧就官拜宰相啦。咁啊，直至去到呢個漢高祖死後咧，第二位惠帝咧佢都有輔助嘅，不過咧就輔咗2年之後咧，咁佢都過咗身啦。咁而第4位歷史上非常之出名嘅宰相咧，佢又係有8個字。一講呢8個字咧，你就知道係邊個啦，就係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好多人都係咁。唔係，呢句説話咧就出自佢嘅，就係諸葛亮。咁當然咧，其實諸葛亮咧，我哋之前都曾經專門有一集講過佢嘅。咁啊，不過咧，除咗佢係一個政治上非常之厲害嘅人之外咧，即係例如佢點樣可以聯合呢一個嘅孫權啦，然後咧去對抗呢個北方嘅曹操，令到呢個三國鼎立嘅局面發生咧，都係源自於諸葛亮，即係呢個赤壁之戰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佢亦都發明咗好多咧，即係後世我哋講嘅軍事上武器啦，包括咗諸葛連弩啦，甚至佢所寫嘅八陣圖咧，亦都係流傳千古。咁但係可惜嘅咧，就係因為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佢最終咧即係享年54歲咧就死咗啦。咁至於第5位邊位咧？第5位就去咗唐朝啦。咁啊，唐初時期咧有一位名相咧，佢就係房玄齡。咁房玄齡可以話咧，佢係一早咧就已經投靠咗一個正確嘅人選。咁佢一開始咧，當李淵入關之後咧，佢就跟咗呢個李世民。咁所以咧，佢亦都喺背後咧有份策動，為李世民奪位嘅嗰個玄武門之變。冇錯，係啦。咁嗰陣時咧，佢幫助呢個秦王府咧，即係呢一個李世民做緊呢個幕僚嘅時候咧，每攻陷一個地方咧，其他人咧就喺度搜羅呢啲古玩啊、呢啲珍寶嘅時候咧，佢負責做啲咩咧？佢主要負責咧係為李世民咧去搜羅人才。所以當唐太宗即位之後咧，除咗房玄齡咧，就當然仲有杜如晦啦，同埋魏徵等等咧，就成為咗整個管治集團當中非常重要嘅助手。咁啊，去到第6位係邊位咧？都係唐朝嘅一位名相。咁佢咧主要咧就係喺唐高宗同埋武則天時期，亦都後世咧拍成為咗唔少嘅劇集，用佢作為一個主角嘅。個姓氏比較特別，姓狄嘅。狄仁傑。冇錯。咁狄仁傑為官咧，就好似老子所言：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簡單嚟講咧，佢做官嘅時候咧，正直不阿，就算咧要忤逆呢個皇帝意志咧，佢都係要為百姓發聲。咁最特別嘅地方，佢曾經做過負責刑法嘅呢個大理丞。咁啊上任1年咧，已經將前任累積落嚟嘅17000宗嘅案件咧全部處理，並且咧後來咧冇一個人繼續上訴。個原因咧就因為佢判案咧就公正無私。咁而佢作為一個名相咧，更重要咧，佢係延續咗唐朝嘅血脈。因為咧喺武則天在位期間咧，咁佢咧就曾經勸説呢個武則天咧，即係將呢個還政於呢個廬陵王李顯，延續呢個唐朝嘅血脈。最後咧的而且確咧將呢個廬陵王李顯咧就立為呢個王子。咁並且咧就最後喺佢死後咧就將呢個王朝咧交翻俾李氏，然後咧先至有後來唐朝嘅開元盛世。好啦，咁第7位咧就去到宋代啦。咁啊中間咧我哋就即係當然喺5代十國就冇咩特別嘅人物啦。咁宋初時期咧亦都有位名相咧就係寇準。咁寇準最特別嘅地方咧，當然佢係唔單止係能文，亦都能武。咁當中最重要一件事件咧，就係佢如何能夠守住呢個京師咧，去擊退咗呢個外族嘅入侵。咁話說嗰陣時咧，就公元1004年，大概1000年左右之前啦。咁遼軍咧就大舉入侵呢個宋境。咁當時呢個真宗咧就喺寇準嘅勸説之下咧，就御駕親征，成功咧擊敗咗呢個遼國。咁最終咧就簽訂咗澶淵之盟。雖然呢個澶淵之盟咧未必可以話一個非常之光彩嘅一個盟約啦，咁但係的而且確咧令到宋朝咧就免受呢個遼國嘅入侵，咁亦都咧
享受咗北方咧近100年嘅和平時光。咁而寇準除咗呢件事之外咧，佢為官最出名嘅一樣嘢咧就係非常之清廉，所以當時嘅人評價佢咧有句咁嘅説話，嗰句説話咧叫做有官居鼎鼎，無地起樓台。咁咩意思咧？即係佢做官咧就做到 No.1 啦，最大嗰個，但係咧佢屋企居然冇地可以起屋，咁即係話佢冇貪任何嘅呢啲其他嘅財富，係一個非常清廉嘅官員嚟嘅。咁去到第8位咧，都一樣係北宋時期嘅呢個宰相。咁佢係邊個咧？就係成功變法嘅重要人物。王安石。係啦，冇錯啊，幾犀利喎！咁啊，王安石變法大家都知道咧，可以話係扭轉咗宋初時期咧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嘅嗰個問題啦。咁啊，亦都係咧令到呢一個嘅財政咧重新得到呢個充裕啦。而更犀利嘅地方咧就係王安石仲要係唐宋8大家之一，唔單止做官了得，寫文章亦都非常之犀利。咁雖然咧佢嘅欺凌變法咧喺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最終咧都係失敗告終。不過咧喺嗰段時間入邊咧，已經成功扭轉咗宋朝嘅衰亡之勢，先至令到咧北宋咧有個喘息嘅空間。所以佢甚至乎咧被外國咧呢個俄國嘅列寧咧譽為咧係中國11世紀咧最偉大嘅改革家。好啦，最後2位咧，第9位咧就係屬於明代嘅。咁雖然咧我哋話明代咧自從胡惟庸案之後咧就廢咗相，咁但係咧喺後來成組成立嘅內閣啦，以及後來嘅首輔職位咧，都大概咧等同於宰相職位。咁而呢位咧喺明代最出名、最重要嘅宰相係邊位咧？姓張嘅。張九齡。唔係，張九齡係唐代嘅張居正。咁啊，張居正咧就喺明神宗時期，因為明神宗即位嘅時候年幼啦，所以基本上咧一切大小事務咧都係由呢位輔國咧去做去幫手嘅。咁張居正亦都係一位改革家，咁佢嘅一條鞭法咧改革咗呢個賦稅制度，咁亦都係令到明朝嘅財政狀況咧有所改善。咁啊，並且係清查一啲地主隱藏嘅即係隱瞞瞞報嘅土地啦。咁而另一時間咧，喺張居正執政時期咧，亦都有另一啲人物咧，大家我哋之前都講過嘅，主要喺邊防上邊，無論係對陣倭寇啦，定埋北方長城，佢都係出咗好大功勞嘅，就係戚繼光。但係可惜嘅咧，就係佢死後咧，俾明代嘅呢個宦官咧張成同埋啲守舊派嘅官僚咧所誣蔑啦。咁啊，直至去後期咧，先至正式平反。咁但係張居正咧作為明代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呢個改革家咧，佢嘅功績咧係功不可沒嘅。咁而最後一位咧，咁應該係邊個朝代咧？清朝。咁你覺得應該係邊個咧？曾國藩。啊，俾你估中喎！我以為你會估李鴻章添。雖然佢咧就喺清代咧就亦都係冇宰相啦，不過佢係做過兩江總督啦、直隸總督啦、官至一品，咁其實都已經係最大嘅官員嚟㗎啦。咁而佢咧亦都被稱之為咧清朝咧即係呢個晚清時期中興嘅4大名臣之一。咁啊喺清朝慢慢走向衰亡之際咧，其實佢咧都係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啦。咁所以咧先至會有咧呢個同治中興嘅呢個短暫嘅局面。咁不過關於呢個曾國藩嘅詳細故事咧，你可以睇翻我哋之前講嘅另一段片。咁所以話咧，無論係由最遠古嘅春秋戰國時期啦，去到呢個唐朝啦、宋代啦，定或最後嘅明清咧，我哋中國歷史上咧都出現過好多不同嘅非常之出名嘅名相。咁今集咧關於呢一個10大名相故事咧講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啦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啷啷。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，拜拜。望住嗰度 Q，咦得。